来啊，咱着也互花唱歌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地深的所在，伫伊的手中；山悬的山尖也属伫伊。洋海属伫伊，是伊创造的；大地也是伊的手造成的。来啊，咱着鞠躬敬拜，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养饲的百姓，是伊手下的羊。请咱来吟诗，学了上帝圣诗102首，圣诗102首。请咱起立。这时，请咱同心来祈祷，掌管人类活命甲历史的主宰，阮的上帝。当阮大家搁一摆来到你面前的时，我的心内充满感激甲欢喜，因为阮有福气甲信仰来成做你所救赎恩典的囝儿。听阮认为的上帝，今日是大港节第一主日。当阮大家心内充满喜乐，在等待迎接救主诞生的时，我们搁一摆来反省认罪，求你清去阮每一个人的心灵，互主耶稣通进入阮的心内。将你极大的恩典甲愿望带来阮中间，并且阮也愿意将这个好消息来分享予阮四周围的人。慈悲怜悯人的上帝，阮肢体中有人身躯欠安，倒伫病床；有人心神软弱，失去愿望；有人受经济压力所拖磨。求你照因无共款的需要来医治、补足因的欠缺，互阮拢伫你祝福的下面来得到满足甲平安。但这时，求你安静阮每一个人的心，想使阮有换心正直的神，透过陈牧师的信息，将真理活命的话。来，互阮得到新的启示甲帮助。我们将今早起的敬拜甲服侍，恭敬摆列伫你的面前，求你欢喜感答。阮安尼祈祷无够额，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，一声咧来讲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一成，地灵亲像天灵。阮的日时行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互阮的人。互你带俺入地市，让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国、权能、荣光拢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主
请咱来交托启文31篇，记载伫圣诗后壁面47页。启文31篇47页，迄个捌受痛苦的地，无过点伫黑暗。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，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伊要负担国政。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天无将近，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，保护伊，对担到永远。请咱继续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43首。
这时，请咱三个人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书第5章，新约约翰福音书第5章31节到35节。现在中文译本153页，台语汉语本110页。约翰福音书第5章31节，我若为着家己做干净，我的干净就无真；也有为着我做干净的，我知伊所为着我做干净的是真。恁捌册人就近约翰，伊有为着真理做干净。若是我所受的干净，毋是对人，独我讲遮个是要互恁得到救。约翰就是灯，点倒搁光，恁情愿暂时欢喜伊的光。以上，愿上帝的话诚侪咱的快乐甲帮赞。今早起，陈牧师要带来的信息是点倒的明灯。点倒的明灯，请咱大家恭敬领受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用欢喜感恩的心情，三甲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感谢听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是历史的主宰，引带人类向前行。我也感受到大港这期已经来临，互阮备办好势，会当做伙伫这个要紧的这期来分享耶稣的好消息，伫阮徛起的所在。愿你祝福阮，听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对顶礼拜感恩的这期过了，咱就进入到伫大港节，就是大港的这期，拢总有4个礼拜。伫咱中间就点到一支紫色的蜡烛，紫色是代表谦卑、听候君王要来临，也表明咱用仰望来到上帝面前。自从人类历史开始以后，人常常就是活伫竞争、压迫、甲挑战的中间。人类一直咧敲找有一帕明灯，会当来引带咱头前的路站。譬如讲，咱真意外会当得到贵人来甲咱提拔，咱行伫人生的十字路口。咱也毋望会当有正确的方向来行伫上帝的心意甲祝福的中间。人类伫咱台湾来讲，咱对农业的时代，人会打拼认真，也渐渐进入到伫工业的时代，一直到伫今仔日是一个资讯科技的时代，伫这个过程，咱也感受到上帝就是咱台湾的主，互咱对伫创乡的中间，一直到伫富裕，咱的生活拢真好势。但是有一个现象，就是人的心败坏，伦理道德。一直伫咱的社会中间来失落。伫过去的时阵，过去的年代，咱常常安尼讲，用一字来代表今年。有人讲是假是骗，但是今年咸菜会当用一字来讲，就是乌。伫这个过程内底，咱看见。这个时代，人用白贼、用虚假、用欺骗、用恶心
来趁不义之财。伫即个时阵的台湾人，毋那是欢喜才会选举，更较需要咱的上帝要正做台湾的明灯，来引带咱更较有尊严来向前行。撒母耳记下卷21章15节到17节记载一个故事，就是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咧交战，大卫带领军队去战争，无拍算这场的战争拍了真久，大卫野戦无气力。拄伫这个时阵，非利士人有一个大汉人叫做以实比录，伊带着剑，就要将大卫拄是心软弱的时阵，要甲伊杀死。无拍算伫这个时阵，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个军长叫做阿比塞，伊就帮赞大卫来杀赢这非利士人。后来大卫的部属就拜托大卫讲：“你唔通搁甲阮出去战争，免得以色列人的电火去互花去。”这段圣经足重要，就是讲起大卫伫人民的中间有一个足重要的地位。这个地位，就是因毋望会当煞接迄个败坏、失去上帝的祝福的扫罗王，互大卫会当继续正做人民所拥护因的王来带领因，因为大卫是以色列的灯火要引带因。伫选举的闹热虚花已经过一段落，咱深深改变，感受到改变已经正做真实伫咱的中间。昨真侪人困了真好势，因为咱真关心台湾。总是我深深体会，这只不过是伫台湾拄要天光，迄个一点点的光来出现那点。咱需要继续奋斗，咱需要继续为台湾祈祷，互咱的国家面对着中国大陆的强权的时阵，咱会当正做一个有尊严、独立的台湾这个国家。咱需要倚靠上帝，咱继续要向前行。咱伫这个时阵，更较需要将咱的目睭的焦点放伫永远的上帝的中间。人真重要，总是咱若无将咱的目睭来仰望上帝，上帝才是咱历史的主，要引带咱来向前行。伫无形、复杂，甚至充满虚幻的中间，咱真需要上帝伫耶稣基督内底，正做真光来引带咱的国家，互咱会当活伫真理，会当互台湾的人民享受真的平安、真的幸福的内面。伫今咱所读的这段圣经，就记载伫路加福音内面，讲起耶稣降生以前的6个月，还有另外一个人来出世。这个人就是祭司撒加利亚甲伊的母伊丽莎白所生的囡仔，名叫做约翰 ，John 约翰。咱知影伫旧约先知马拉基这个先知结束了后，到伫新约的中间，有经过400年的时间。伫这400年的中间，上帝拢无启示，是一个黑暗、无明的时阵。总是到伫新约开始的时，特别咱看马可福音，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，马可福音是4福音内底上早写出来一本册。
伊一开始讲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，就讲到一个人，迄个人就是约翰。约翰伫旷野一带来传福音，毋然呢，爱呼吁人用悔改来领受洗礼。所以后来，咱就将这个约翰，甲叫做施洗约翰。台语应该叫做行洗礼约翰。但是后来有一摆，有一个会友跟我讲：“啊，牧师，有一个人足行洗礼，迄个人就是我。我足行洗礼。”后来我甲改一个名，伊的台语名叫做施洗约翰，台语叫做行洗礼约翰，毋是足行洗礼的意思，是行咧施行洗礼的意思。后来我避免这种的误解，我就甲伊称作施洗约翰。伫四福音拢有记载伊的故事。施洗约翰伊安尼讲：伫我要来迄一位，比我更较大。我就是哭落去，甲伊头下大，我嘛不配。主要得到兴旺，我要卑微。互咱感受到这个施洗约翰，伊真正知影伊的角色，伊只不过是为着耶稣来陪伴道路，将一切荣光归伫耶稣基督。伊是一个足卑微的一拍细细的灯火那点。伫今咱所读的这段圣经《约翰福音》，有真侪人咧为耶稣做见证。耶稣讲，施洗约翰是一拍点倒的明灯。咱知影，灯也是灯火，是代表互人光明，互人光明，有好的行为，好的见证。亲像这支蜡烛，伊咧烧伊家己，但是伊要互人得到利益。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我相信，咱每一个基督徒，伫咱台湾这个社会中间，咱也同款，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咱要烧家己，互真侪人来得到利益甲帮助。今日伫大港这个中间，咱要对施洗约翰来看伊的特质，伊所做的工作。头一项，伊就是为耶稣做先锋。咱知影要拍先锋的人是一种挑战，是一个开拓者，同时呢是一段真孤单的路，爱阁受到真多的攻击。当时约翰伊知影伊的角色，伊就是要服侍主。伊安尼讲，这个人来就是要为光做见证。伫旷野有人话讲，为主陪伴伊的道路，修得主要行的道路。安尼咱就知影，施洗约翰就是主耶稣的开路的先锋，是上帝要通过施洗约翰来准备耶稣来到世间，来报传上帝国的福音。咱知影灯火拢放伫头前，咱若开车的经验，咱伫车的头前一定是2拍的火，日时无问题。若到伫暗时的时阵，这个电火足要紧，会当互咱开车的人来照光头前的路，咱会当开了真安全。有一个故事讲，伫古早时代，有一个主人甲伊的奴仆对庄脚到伫京城来游览，了后暗时到伫饭店食料理，食好势，伊当要转去啊，毋是要转去上帝遐，是要转去因兜要转去的时阵呢，因为迄个时呢，咱拢无路灯咱台湾最近才有真水，中山北路有真水的路灯，但是过去伫庄脚的时阵，拢无路灯，都要有奴仆摕一个灯行伫头前，主人对伫后壁。这个主人甲这个奴仆讲：你若行伫我的头前，你是我的奴仆，你若行伫我的头前。奴仆讲：就要甲你照电火，互你行了较顺势。但是因为主人安尼讲，这个奴仆想想讲：无我行来后壁好了。
怎行去后壁？行去后壁的时阵，无偌久呢，这个主人就踢到石头跋倒。伊讲主人就甲萝卜讲：你来行去后壁？主人想想的，这个萝卜想想的讲：行头前啊，毋对；行后壁毋对，无甲主人做伙行啦，甲主人做伙行。迄个主人就甲萝卜讲吼，这时代无共款啊呢，萝卜甲主人拢行做伙，分袂出大细。就毋知要安怎写好，总是伫这内底要互咱知影，就是讲，咱基督徒其实咱就是摕着灯火，行伫这个社会的中间。咱有缘是要做主的先锋，互真侪人伫咱的工作的所在、上班的所在，有真侪人看到咱，就看到耶稣基督。因为约翰来就是要为主照光道路，互人知影耶稣才是人类的救主。耶稣是人类的救主，伊所发出的就是正直、圣洁、公义、真实、良善甲恩惠。这种的光，要将黑暗、白贼、罪恶、欺骗，甲伊除掉。因为光伫黑暗的所在，黑暗无法度接受光。所以，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一拍的灯火，要照伫人的中间。即使咱基督徒若做了好，人会当对咱的心上看出讲咱是信耶稣的人。我想最近这段时间，咱拢有一个感受，因为为家死的兄弟足虔诚咧拜主祭，因为伊做乌心的油。连主祭嘛，互人连累着。是安那？你家出来土地，拢做恶心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咱拢是基督徒。有一天，咱若做无好的代志，人嘛会讲，但牧师家出来土地，拢做无好的代志，互咱的主的名得到见效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确爱用真实。爱用好的品格来影响这个社会，因为咱确信邪不胜正，咱基督徒就是徛伫迄个正迄边，正就是上帝光迄边。第二，咱看施洗约翰，伊就是指出方向，互人看见真光。咱看约翰福音。第一章，咱圣经咱会当做伙来看，会当看见约翰伊的工作。伫约翰福音第一章19节开始到34节这个所在，有记载讲，众人来问施洗约翰讲：“你到底是几罪？”伊讲：“我毋是基督，我也毋是以利亚，我嘛毋是先知。”伊讲：“看上帝羊羔。”除去世间人罪，伫我来以后，迄个比我搁较大，因为我出生以前，伊已经存在。约翰伫这个所在，伊指出耶稣基督就是赎罪羊羔，伊要除去世间人的罪。我啥物拢毋是。约翰继续讲，我看见正对天顶降落来。落伫伊的顶面，主耶稣要用圣神甲恁行洗礼，我已经看见，证明伊就是上帝的囝。伫这段圣经内底，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咱看见施洗约翰伊真知影伊的角色，耶稣才是上帝的囝，伊才是世间的真光，伊要来到伫咱的中间。互咱看见约翰，伊甲别人无共款，伊有真特别的洞察力、洞察力，伊会当高举耶稣基督才是上帝的囝，伊才是人类的拯救者。
我相信咱每一个基督徒嘛同款，咱只不过是耶稣基督的见证那定，有真侪人咧做见证，但咱的见证拢咧讲家己我家己外敖，我家己本来安那，但是我因为安那，我变做安那，拢咧讲我家己。其实真正的见证，毋是咧讲家己，是咧讲起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的荣光，伊美妙的作为，伫咱的中间。所以施洗约翰有即种的人看袂到的洞察力、洞察力，来高举耶稣基督。这个时代，人真需要有即种的洞察力。台湾人已经有即种的觉醒，有即种的洞察力，知影咱台湾要安那来兴属一个有尊严的国家。咱已经有看到即种的洞察力。我要讲，伫历史上有一个真出名的艺术家，叫做米开朗基罗。这个艺术家，伊也有缘同款有即种的洞察力。有一摆，伊到伫一个佛罗伦斯的路上咧行的时阵，拄伫路边，伊看到一块真大地的大理石，人家有气格，表面拢真歹，人家等伫路边的所在。米开朗基罗即种的洞察力，即块是一粒好的石啊！伊阵叫人将即个石甲搬倒转去伊的工作室的所在。通过米开朗基罗伊的艺术的眼光雕刻后来，无偌久，成做一个真出名的少年的代笔。少年大卫的一个雕像，咱毋知捌看过无？少年的这个代笔的雕像，无穿衫的，少年大卫雕像这成做一个世界名画，就是对米开朗基罗伊的杰作，因为这个甲别人无同款的洞察力，所以会当对普通的石头的中间来看出一个伟大的作品伫这个中间。兄弟姊妹，咱伫这个社会内底，有真侪人拢咧敲吹这种的洞察力，还是这种的眼光，通过拜拜，通过雕刻偶像。通过神秘的主义，甚至去敲吹星座，你是对一个星座，你是水瓶座，你是处女座，什么座，什么座，总是约翰迄种的洞察力，迄个眼光，甲咱讲，真正的光就是上帝道成肉体来到咱的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，有真理，咱也看过伊的阳光，就是被上帝独生囝的荣光，这就是施洗约翰的洞察力。伊知影真正的荣光就是上帝囝耶稣基督。兄弟姊妹，伫咱的生命内底，咱也是同款。咱要通过咱的生命，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，活出一个公义、正直、有品格的生命。互咱的生命，互人看出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，这种是一种的洞察力。也因为安尼，互真侪人欢喜来跟对耶稣基督。咱伫圣经内底通看见，耶稣基督是世间的真光。耶稣出世伫马槽的中间，就表明伊要认同卑微苦难的人。耶稣毋是出世伫马街病院的所在，耶稣是出世伫马槽。耶稣甲罪人做伙，耶稣为着学生来洗脚，耶稣也为着咱受钉十字架。这一切拢是要展现出耶稣的一生，这是上帝的真光。所以，当咱若要真正来认捌耶稣基督的时阵，都需要做礼拜、读圣经、祈祷，更较深来认捌这个主，咱才会当真正体会上帝的伟大伫咱的中间。
第三项，咱要对施洗约翰中间来看见，伊是一个明灯，伊牵条真理。广告的所在，黑暗就要消除，因为黑暗的本质就是惊光。我毋知咱有一个机会去较早去这个鱼池钓鱼钓五过鱼。五过鱼上爱食稻棍要去倒找稻棍就去石头的内底，迄淡淡的石头甲变开，稻棍拢伫内底。你石头甲掀开的时候，稻棍就安尼走来走去。伊本来秘伫黑暗的所在，已经见光，伊就惊吓会走开。所以约翰是一个明灯，伊无惊黑暗，伊反倒转徛条伫真理。因当时遐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讲，恁是毒蛇的种类，上帝的审判要临到。毋然呢，伊阁宣告讲，宝头已经放伫树根的顶头，若无结好果子的树，拢要错掉。互咱足惊吓的。若无结好果子的树，拢要错掉。兄弟姊妹，咱是结什么款的果子？咱是结好果子，还是结歹果子？若结无好的果子，拢要错掉。但伫火内底，伊手摕着粪箕，要清去一切，将麦收入仓库。所有的粗糠，拢要用未化的火甲伊烧掉。咱看见约翰伫伊的时代，伊就是徛条伫真理。勇敢来宣讲上帝的真理，所以第一世纪真出名的圣学家叫做约瑟夫 （Joseph）， 伊是一个真出名的圣学家。伊就看见伫历史的中间，这个约翰，伊讲有真侪人因为受到约翰正义直言的行为，来扫除当时败坏的宗教甲政治。所以有真侪人来军队施洗约翰。希律王恐惊这个约翰的势力非常的大，所以伊就想办法要将这个约翰给斩头，互伊死。伫这种的中间，咱看见圣经最后，约翰就受到希律王来斩头，来过身去。有人讲，一个牵条真理、无行威权的人，最后拢会牺牲。兄弟姊妹，伫咱台湾伫民主化的过程内底，有偌济人为台湾牺牲？因为有这人的牺牲，互咱台湾才有法度进入一个民主化的过程。特别伫戒严的时代，无言论自由的中间。真少年一个人叫做郑南榕先生，为了言论的自由，伊伫迄个所在来提出伊的意见，无拍算，最后伊自焚烧家己来过身去。无偌久了后，到伫1987年台湾戒严，就会当成做一个言论自由、报纸自由各方面，拢会当成做一个开放的国家。就是有真侪人徛条伫真理，无行威权，为着台湾的牺牲，才互咱会当进入伫这种的自由民主的中间。真出名发明电火的人叫做爱迪生，咱拢捌伊。伫1931年，伫过身的时阵。美国总统发出一个电报，讲发明电火这个人的火已经花去啊，意思讲爱迪生已经过身去啊。伫出山迄日这个早起时，美国总统要求全国要禁电火1分钟，来悼念这个发明电火的爱迪生。同款，施洗约翰已经互希律王斩头来死去啊！但是有一把火永远未化去的真光，就是耶稣基督。
圣经安尼讲，何既那军队耶稣基督人，就无点伫黑暗内底，未得到生命的光。是说约翰为着真理，互希律王斩头死去啊！也因为安尼，耶稣的光，无毁灭的光，永远照伫咱的中间。兄弟姊妹，咱毋知有一个经验无？较早住伫庄脚的时阵，蠓虫真高啊，所以阮的士大人就教阮一个方法，伫迄个厝的外口，甲开一拍电火。啊，所以开迄拍电火了后，有真侪蠓啦、虫啦、蛾啊，怎啊拢安那冲对迄个电火的所在，所以厝内安那蠓虫就较少，特别伫暗时的时阵。你有即个经验无？恁大概拢无即个经验所以呢，即摆咱较进步，就是讲厝诶咱有真侪蠓诶人咱拢有一个捕蚊灯有无？你用即个掠蠓即摆甲藏伫厝诶内底，蠓虫若走就啪，蠓就死去啊。所以咱感受到即种诶经验，互我想到讲，若是真正诶光，伊就有吸引力、吸引力，毋但有洞察力，阁有吸引力，迄个气力。咱基督徒就是有魅力，阁有吸引力的人，安尼对毋对？咱基督徒都是有魅力，阁有吸引力。咱是正面的吸引力，会当吸引人通过咱来看见耶稣基督的真光。所以主耶稣讲，恁就是世间的光，城造伫山顶是袂当稳重的。人点灯无放伫灯头下，是放伫灯台顶，就要照光所有的人。恁的光也同款，就爱照伫人的面前，互人看见恁的好所行，来归荣光给上帝。咱就是有吸引力，咱就是伫光的中间，互真侪人看见咱是信耶稣的人，互咱有好的品格，互咱有道德心，通过咱水的香味，互人受吸引，来到上帝面前。兄弟姊妹，咱进入伫台江的这期，这是咱传福音上好的机会，上帝来帮助咱。伫这个机会，好好发出咱的光，来影响这些人，来到伫真光耶稣基督的面前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愿感谢俄罗你，互阮看见你的真光会当赢过一切黑暗。耶稣基督就是世间的真光，阮只不过是一个细细的灯火那点。主，愿感谢你，互阮这个细派的灯火会当伫逐所在为主发光。因阮知光就是有吸引力，会当吸引侪侪人来到伫真光的面前。光就是互人有眼光、有洞察力，来看见上帝你永远的价值。恳求上帝，你祝福阮，祝福阮所有基督徒，伫阮进入伫台江的这期的时阵，就是阮传福音上好的时阵，会当引带人，互人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得到永远活的生命。我要抓牢这个好机会，圣神甲阮做工，互阮今年会当有大丰收。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时，请咱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。圣诗92首，圣诗92首，请来忠信圣道，请起立。
这是请咱来吟上言508首，吟诗后，请咱牧师来祝祷。担任的对家离开到伫恁生活工作的所在，我奉圣父上帝听，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圣神的引带祝福帮助恁，互恁通为主做见证，对他直到永永远远无尽。阿门。请坐灭倒小温受垂肯，咱坐伫新朋友的边仔，咱就接待因到爱望的所在，愿上帝赐予咱平安。